中过程，这个咱注意点，咱15点会到。好，咱中华比亚岛顺天乡，中华比亚岛顺天乡对进入大家，咱有一个3点要回家，有一个3点要回家，麻烦工作人员准备来留一拍准备接下。中华比亚岛顺天乡工作人员麻烦准备来留一拍准备接下。哦，这电话人叫，这是啦，关门咯。请大理派上夫人9天性完中的过程，这个咱注意者，咱3点的回家。大理派上夫人9天性完中的送人这路，咱请注意者，咱3点的回家。